大家好，歡迎收聽講聲你知。上集我哋分享咗社交思考嘅概念，亦都講咗唔少喺屋企可以做嘅實用訓練方法。但係大家可能會問，仲有冇其他訓練策略可以幫助仔女提升社交思考呢？今集我哋繼續由 Anita 為大家講下。Hi Anita，可以同我哋講下仲有邊啲嘅訓練策略可以幫助仔女提升社交思考呢？咁喺呢度咧，我就可以同大家介紹下3個訓練策略啦。咁第一個咧就係社交思考詞彙，或者我哋所講嘅運用一啲關鍵詞或者 slogan。第二個方法咧就係運用想法泡泡去解讀其他人可能嘅想法或者願望。第三個訓練策略咧就係我哋講嘅談天說書啦。咁3個策略啦，咁其實做起上嚟又係點樣嘅咧？可唔可以逐個同我哋講下呢？好啊，咁我哋首先咧就講下社交思考詞彙先啦。咁我哋話咧喺呢個部分，我哋會好一致咁樣利用一啲嘅關鍵詞或者 slogan 去提示小朋友某一種思考技巧嘅重點，講出思考過程入邊嘅內心語言同埋期望。咁我哋咧可以舉2個例子啊。譬如第一個我哋都幾常用嘅就係全身聆聽。咁呢一個嘅關鍵詞其實就係提示緊小朋友，原來同人溝通嘅時候，真正嘅聆聽係要成個人，包括眼啦、耳仔啦、嘴巴啦、手腳、膊頭同埋個腦咧，都要專注喺講說話嘅人身上面，令到我哋可以集中精神去聽人哋講嘅說話，同埋留意埋佢哋嘅身體語言，以至我哋咧就可以做出一個適當嘅反應。亦都令到人哋知道，原來我哋咧整個人嘅注意力都係喺佢身上，真係聽緊佢講嘢㗎。第二個關鍵詞咧就係用眼諗真啲啦。咁呢一個嘅關鍵詞就係提醒緊小朋友，原來我哋溝通嘅時候就需要運用眼睛去留意人哋嘅身體語言，包括人哋嘅視線啦、表情、動作等等。咁當我哋有留意觀察嘅時候，就可以從中去猜想到人哋嘅諗法啦。咁第二個方法啦，想法泡泡呢個具體其實係點樣做嘅呢？想法泡泡咧，其實我哋就係講緊，我哋會運用呢個想法泡泡嚟形象化一啲人物嘅想法或者願望。咁我哋運用嘅時候咧，我哋會先利用一啲嘅相片同埋圖畫嘅。咁我哋就同小朋友一齊睇呢一啲嘅圖啦，請佢哋咧先解讀人物嘅表情、身體語言，同埋觀察周圍嘅環境同埋物件。咁當佢揾晒呢一啲嘅線索之後，我哋就請佢做一個醒目嘅推測啦，就係究竟呢啲人喺度諗緊啲乜嘢咧？咁當佢估到嘅時候，我哋就會畫一個想法泡泡喺個圖畫嗰度。並且咧，將人物嘅想法好具體咁樣寫出嚟，或者用圖像畫出嚟嘅。咁呢個方法對於理解一啲嘅抽象意思咧，都好有幫助啦。咁佢仲有一個談天說書呢個又係點樣運用嘅咧？咁談天說書入邊嘅書講緊嘅當然就係圖書啦。其實就係講緊家長同小朋友一齊睇圖書嘅時候，可以試下透過描述或者問問題，幫小朋友去代入角色嘅想法或者感受喎。咁我哋咧運用呢個策略嘅時候，我哋會按住唔同嘅階段咧，同小朋友去傾圖書入邊嘅內容。譬如第一步，我哋就會試下講下角色想要做啲乜嘢啦，然之後又會講下角色嘅想法同埋感受喎，然後又會試下由角色嘅視覺佢嘅角度嗰度去描述下佢睇到同埋知道嘅事情。咁然後又會同小朋友傾下角色有冇一啲嘅隱藏想法或者感受呢？然後最後究竟事情嘅真相係點樣啊？角色認為嘅真相又係點呢？當中係傾緊呢啲嘅內容嘅時候，家長就會咧示範點樣運用一啲嘅心理活動嘅詞彙。咁呢啲詞彙係幫助我哋去描述唔同人嘅想法㗎。呢啲詞彙咧，譬如就係我哋話嗰啲人物想要乜嘢啦，佢諗緊乜嘢啦，佢估到啲乜嘢啦，佢覺得或者佢知道以為啲咩事情發生咗。咁另外，我哋喺睇圖書嘅時候，亦都會嘗試聯繫小朋友嘅生活經驗。我哋就會聯繫角色同埋小朋友，嘗試下比較佢哋之間有冇一啲嘅相似或者唔同嘅地方。
咁其實就係引導緊小朋友試下由唔同嘅角度去思考一個人物同埋事件嘅。今集唔該晒 Anita 詳細分享，下星期繼續講聲你知，拜拜。